上消受我的肉体，我嫌皇上伊伤济气啊，众天变心，什么妈祖、恁祖嘛啊，毋是本贵妃世道命无担。因为皇上甲李后，阁有陈娘娘两个赤查某，因来去毋知啥物所在，只好一个人又想发挥。我是感觉讲当庙的表演就是油仔的台语唱戏，就是阳春白雪。啊，阳春白雪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较听无的物件，因为你已经是咧讲古早时阵的物件，又搁用台语，其实吼大部分的人可能无啥听有，啊，而且伊的笑点可能嘛无遮尔强，因为大家无法度感觉讲这个笑点离阮较远。